弟子赵朝明，信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诸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诸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点师领任各位贤贤，晚安。谢谢丽香组长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一同诵经回向，晚安。很优秀，前贤晚安啊，感恩哦，点传师晚安，领任晚安，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，感恩。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